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阿门。阿门。你知道，当每个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或应该说我们一起床，我们看到是一个舒服的天气，是一个太阳的早晨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是不是跟我一样，都会觉得哇，对今天是满心期待的。至少在交通上，太阳就为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就可以骑单车、骑脚踏车，比较舒服的来到教会。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我们来跟神做一个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在今天早晨，你可以让我来到你的圣殿，你可以让我来到你的当中，我一同经历到这份恩典的福分。主，你将今天早上的聚会，你大大的充满我们。主，你的灵要大大的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真实的享受到在灵里的安息。我们数到3，我们一同来祷告，1、2、3。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在今天早上，主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我们同心合一，主我们要朝见你的面，主我们在这个聚会里头，我们要敬拜你，主耶稣，我们要来服侍你。耶稣，我们要来被你给提升，我们要被你的话语给造就。圣灵，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耶稣，让今天早晨是你一个奇妙恩典祝福的时刻，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向你献上极大的赞美和祷告，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跟你身旁的人说，我预备好要来敬拜神了。我预备好要来敬拜神。充满我！喜乐的来敬拜神了。从头来说，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门。句都是应许。第1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怎么样？太小声，我必怎么样？当你等一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应许是你身上、你生命当中现在的应许的话，大声的把它唱出来，阿们。从头来敬拜他了，要一起来拍手啊！一起来说。我随过去的
的福杯要满溢出来。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拍手来敬拜他。黑的人黑黑有，主你与我同在，主与我们同在。你将和你一样，喜的你知道吗？神的恩典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阿门。神的恩典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阿门。要领受这份应许的，大声的来敬拜他啦！从头来说。不管你在线上的，神都替我们祷告，阿们。在神的里面，从头来宣告，将软弱变为刚强。将软弱变为刚强，你就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不变为跳舞。一切的伤亡。你的能力，试炼不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一起来宣告，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跟我一起来拍手。耶！神喜悦我们合一的敬拜啊！从头来说，来。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变为跳舞。山花都结满，情绪成为平在神的里面，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宣告说主你的能力要复辟我。哦，但是试炼不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再次宣告说，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要充满我们中间。恩典深处，重担
能力，你的能力不比我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万预备好领受这份恩典，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视。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你好全能神，跟我一起拍手来敬拜他，说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喜乐充满。在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视，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哪阵宣告说依靠全能神，依靠全能神，没有哪阵就比举手来宣告说依靠，依靠全能神，没有哪阵就比宣告哈利路亚，一起来宣告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Come on，让我们给神一个最大荣耀的掌声，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要都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Amen。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Amen。敬拜不是只有歌唱而已，活着就是在敬拜神。你的生命是在敬拜神，显出他的荣耀。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跟神宣告说：主，我的生命再次回转到你的面前，让我可以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让我可以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你的人，从我的生活就在敬拜你。哈利路亚！预备好我们的心，真实敬拜的灵要在你里头。为主来到这地方，人们献上敬拜赞美，主却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而悲伤。因主所寻找的人，是一个真实敬拜者。我愿成为那一个一心灵真实敬拜的人。一起来宣告。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真实的敬拜者，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为主来到这地方，我们要献上们献上敬
敬拜。赞美。哦，主却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而悲伤。圣灵在我们当中，主你运行在这当中，因主所寻找的人，主你寻找的是那真实的敬拜你的人。真实敬拜者。让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敬拜。我愿成为那一个对主说：“主，我愿成为那一个心灵真实敬拜的人。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恩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主因着你的恩典。我站在这地有多少人你是因着神的恩典才可以站在这里头，向他来敬拜，大声的来敬拜他。世上的一切再一次宣告说：因着你的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把我们的手高高的举起来，向他来敬拜。世上的一切，唯有敬拜我的主。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最后一次更高声的来敬拜他。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轻声的来敬拜他说：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向你夫妇敬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
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用新的诫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永远称颂你的名，永远赞美你的名。你本为大，当受大赞美。你是美善的神，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今天我们在圣殿当中敬拜，为要更多的来亲近你，被你的圣灵再一次来充满。求你用你的圣灵来高摩我们，让我们聆听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灯塔，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主耶和华，我们本是罪人，是不配的，但因你的慈爱与怜悯，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成为光明之子，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实在是喜乐，实在是感恩。但我们生活上有许多充满诱惑、试探，常常得罪了你，得罪了人。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指教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给我们的命定，与你和好，与人和好，并且朝着标杆继续来前进。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与人和好，无论是与家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同事间的关系。主啊，这是你所喜悦的。求主你圣灵动工，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让上帝的爱使我们与人恢复美好的关系。主啊，我们也要为你所造的万物来祷告，无论这瘟疫怎样的攻击我们，主啊，求你怜悯医治你的百姓，让万物回归你的秩序，回到你所创造的美好。让我们见证主的大能何其的伟大，因为这世界是属于你的，我们也是属于你的。亲爱的圣灵，求你继续的运行在今天的聚会当中，特别恩膏充满今天的讲员，当他传讲神的道，就是传讲上帝的大能的时，主啊，你就是传讲的与听见的人都被圣灵大大的充满，被圣灵更新，被圣灵来造访，住在他们的心中。主啊，并且存到永远，让生命去影响更多的生命，让上帝的爱可以分享更多的人。主啊，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都仰望交托，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看周报。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为更生团契主日，欢迎吴国华牧师、卢安州传道前来主堂和敬拜中心请安及讲道，敬请兄姐踊跃奉献及代祷。第2点，小会公告第1小点，本会定于11月21日起召开临时合会，举行第22届长职选举。本次预定选出长老10名，执事25名。第2小点，临时合会会员名单公告在布告栏，若有遗漏或错误部分，敬请兄姐向办公室反映，以便更正。谢谢合作。第3小点，选举方法 A， 先选长老后选执事。B， 在籍会员过半数之出席。
以无记名连记，依所需名额，由得票超过半数以上之较高者为当选，同票则以抽签决定。C. 选票印上全部候选人2寸相片及名单。D. 第一次选举尚未全部选出者，第二次选举得自第一次得票较高者中，依序提列不足名额之 1.5 倍，名单为候选人。第二次之选举，若仍未全部选出者，第三次选举得自第二次得票较高者中，依序提列不足名额加1名为候选人。第4小点，本届长职选举除了4场礼拜中分别投票，不能在礼拜中投票者，可以在周三晚上10点前至办公室投票。星期四早上9点会在教会3楼会议室进行开票作业，开票结果将于隔周主日公告。第5小点，接纳李昭满之成人会员籍自屏东中会公馆教会转入本会，接纳蔡木恩之小儿会籍自高雄中会中泰教会转入本会。以上，愿神赐福。第3点，右昌教会公告第1小点，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本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已恢复为实体及线上并行的方式实施，请兄姐留意遵守防疫规范。第2小点，各圣歌队之献诗自本主日起开始恢复。第4点，本会本主日晚上8点召开11月份长职会，敬请全体长职出席，机构首长及同工列席。第5点，本会第16届新生命讲座，本主日起至12月12日举办，在每周日的主日的下午3点到5点，敬请学员准时参加。服侍同工，请在下午的2点45分准时参加会前祷告会，敬请代祷。第6点，本会定于下周主日，就是11月14日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捐血的活动，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地点是在我们教会的副堂前面，请捐血者带身份证前往排队捐血，捐血者可获得1份精美礼物。第2大点，肢体消息。第1点，影音组定于11月13号到12月14号，每周六上午10点到12点，还有12月10号礼拜5的晚上8点，12月12号星期天早上的9点10分举办摄影导播课程，地点是在主堂，欢迎有兴趣的兄姐线上或向办公室来报名。第2点，松年圣歌队11月11号恢复练歌，敬请各位队员留意参加。第3点，互助社的消息，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在地下室会议室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那教界消息，请陈牧师。好，谢谢。那个教界消息，早上妇女盛会都知道了哈。牧师故意把这个口罩拿下来，就是说，现在讲道者其实是可以拿下来，带领敬拜的，人家圣歌队要献诗哈。现在因为疫情都有很好的控制，除了境外我们本土都是渐渐在放松哈。那当然政府是不敢贸然，也是逐步的，所以我们教会也尽量配合那我们就现在这个人数上也比较没有限制那牧师主要稍微要做一点补充，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有公告的我们第22届的长职的候选人名单。那我们的长老部分，当然这个你们都有修正的标准那执事候选人有一位单瑞美是要再拿掉
感谢上帝让我们4年有一次的算是长职的改选，也是我们教会一个大选年呐，好像在选总统4年一次或是民代那这是关我们未来教会的发展所以我们都有鼓励弟兄姊妹能够为这个事情更多祷告。我觉得上帝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在运作的各方面，其实神都在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的选举就会非常的顺利我们有时候很怕说哇，我们选举拖了很久或是怎么样所以本来小慧有意思说，那我们就有的教会就同额提名但是我跟我们的长老说，这样可能比较不好，因为他说怎么提名这个不提名那个，但是我们是借着初选，然后提了40名，然后到现在就是自然而然可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他们愿意承担的，那我们真的感谢上帝我们的教会总是很多事情需要人愿意去来服侍休息也是很好的，因为休息下次再来。但是这一次愿意能够承担的我们就要鼓励他们。所以请我们这几个礼拜，从10月21号我们大概2、3周了一定要出席倘若不能现场投票，到办公室投票。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请大家能够帮助教会把这个长子的选举能够办得顺利我们依照教会的一个法规要当选人都要经过半数的同意，所以这个不是容易的请大家能够来踊跃来参加为此能够祷告牧师特别在这地方拜托弟兄姊妹，谢谢。好，这边就是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聚会的新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念到你名字的时候，邀请你就是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忧伤教会要来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第一位是施幼彤姐妹，不知道你在哪里，可以请你起立吗？施幼彤，这边好，欢迎你，好，谢谢。好，请坐。第二位是陈建元弟兄，不知道陈弟兄好，欢迎你。OK， 好，谢谢。好，第3位是心仪，就是文师的岳父岳母还有弟弟，因为我们小妹妹生日，所以他们也千里迢来这里，我们欢迎他们。好 ，OK， 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虽然说我们不能唱欢迎歌，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配合我一下，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OK， 我说一次欢迎，我一概欢迎，一次 Welcome， 永远 Welcome， 佑昌教会欢迎你。好，再一次拍手来欢迎今天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谢谢大家的配合。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诗篇的第4篇，诗篇的第4篇。白话字是在607页，台语汉字版是在582页，和合本是在660页。诗篇第4篇，我们 PPT 上面也有，我来读，大家来听。诗篇第4篇第1节，显我为义的上帝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
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阿们。赞美，我们要请教会圣歌队。感谢主，就是已经过了将近半年，圣歌队他们的歌声还是依旧的悦耳，好不好？我们为上帝，也为着我们的圣歌队一个热烈掌声，好吗？感谢主。这个时候讲到，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信息的是吴国华牧师，他的题目是属上帝的人。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跑过很多教会哈，那么的火热的敬拜，我很感动。绝无仅有了哈，恭喜大家哈。好啊，感谢教会让我代表更生团契来向各位请安报告哈。更生团契全省有21个区会，17个区会，那我们高雄区会。另外特别做了家属关怀，因为家属很可悲。如果同学，我称为同学啦，做行人到澎湖去，家属就跟到澎湖；到台东就跟到台东同学关到哪里，家属就移监到哪里所以我们特别做了家属关怀，做家属关怀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属上帝的人。我要透过一个老流氓。他怎么到监狱里头来上我们的课，然后他怎么来改变他的人生，然后他的家庭怎么改变好，这个主角叫阿昌，他的本名因为他彻底改变所以我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称他阿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是早年的时候是国防部干训班出来的。通常这种受训以后都是派到大陆去，
敌后去工作，就是所以他的筛选的条件很严格哈。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是很粗壮，然后满脸的横肉啊，然后就是道地的老流氓就对了哈。那他这一次进来是第6次进来，第4次的时候他判7年多，啊，都是5年以上，算是重大刑犯哈。然后也是跟贩毒、吸毒有关系。然后上一次是第5次进来的时候，贩毒被判11年。那这一次是第6次进来，第6次进来的时候是104年，他又是因为吸毒贩毒，所以他被判的6年6。那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律哈，有一个法律哈，就是说如果连续3条都是5年以上的重刑哦，就称为那个三正法案，就是你进来以后他就不让你假释了，哦，不让你判10年就关到10年，因为不必申请，没有办法申请假释，所以不用表现好。我为了假释，如果被判10年的话，我表现好一点的话，我大概6年就出来。啊，因为不用假释，所以三正法案的这些同学在里面都是横行霸道，啊，他就是不怕，只要不杀死人哦，他大概都是很凶狠的哈。那阿长50岁的年纪哦，50几岁了哈，过去的20年哦，都在20几年都在监狱度过，啊，加上这次6年多，那可以说是半生的岁月，都在监狱里头。但是他浪迹黑道，我请教各位在座的年轻人比较多哦，你如果1个礼拜没有跟爸爸妈妈通过电话，大概会心里头很想念的哈。如果是1个月呢，或者是1年，至少如果你是北漂的话，一定会回来嘛。但是你猜阿昌他几年没有跟家里联络？19年哦，长老很聪明哦，答案写在上面哦。OK， 那个他们这种累犯哈，这种老流氓哦，他们不是官不怕哦，但是是不怕官。注意听哦，不是官不怕哦，但是是不怕官。他们怎么不怕官？会惊，官会惊，但是入去因的哦，唔惊官呀，也不怕官的。他们哦，就是说小时候哦，我靠父母，我长大怎样吃政府哈，然后呢，那监狱可以说是哦，台湾最大的福利机构哈，福利机构哈。然后呢，出监狱哈，他们打天下去。那住了监狱呢，广交天下豪杰哈，那样子。然后呢，我要请教各位的，监狱里头很多工厂，一个工厂大概100-200个人，就像我们教会这样子哦。主管在台上，然后往下做100-200个人哦。他们1个月的工作金哦多少？你们知道吗？啊？1个月？哎。啊？5000那么少吗？还有人呢？还有人呢？长了啊，2万啊，2万的可以去做典狱长啊。1个月，刚才长老被我问，那个1个月就200块了，1个月哦。所以常常被关的人怎么办？他们很聪明哦，就去报名各种班，哦，没有拿过锅铲的哦，去报名怎样烹饪班，哦，没有拿过菜刀的烹饪班。没有拿过毛笔的去报名书法班、国画班，还有什么电钻班啊，或者是电焊班啊，哦，这种各种班去报。那报了有什么好处？就去吹2个小时的冷气啊，或者是在外面哈，我碰过一个哈，上课的时候哈，哦，稀里哗啦讲得好高兴，2个老师坐在一起，然后唱诗歌哈，他们就讲话，啊，诗歌一停，他们就安静了，啊，戴口罩，他想我大概猜不出他们谁在讲话。后来都很好奇哦，为什么你们2个那么好啊？那么2个男生那么好啊？他说：“哦，牧师，哦，那个我们小时候是堂兄弟，20年没有见面的人，刚好在监狱见面，所以老是坐在一起。啊，我说你要感谢谁啊？他们很聪明呢，啊，他们要感谢上帝。然后其他人就说阿门 ，OK。你要看到监狱里头哦，都是一些怎样？”幼稚园班哦，但是全部都是大人，行为像小孩子，但是天才班。他们的行为都因为不负家庭责任、不负社会责任，以至于他们永远不成熟，然后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意义，不懂得生命的意义，因为他不付出嘛，哈，不担责任嘛，哈。啊，所以哈，阿昌他也报
报这种照了过去后，他也报各种班。但是监狱里头哈，他因为是善政法案的，主管怕他到处打架，所以什么班都报不够，只有报到什么宗教教育班来。宗教教育班上，你去监狱哈，你们敬拜的非常棒哈，于弟兄好棒，太太也是很棒。去监狱，等一下我会建议你去带敬拜人去监狱那个布道，原因我会讲哈，最后跟你讲哈，你们很高兴哈。好，那监狱里头你会发现哦，西公不爱几笔嘎嘎啦，那只有那个企业普渡的时候会去普渡一下，然后呢，那个神父哈在那个美丽的教堂里头了，哎呀大师傅哈只是去做个法会啦。做法会这样子啊，只有我们基督教的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进去开课，进去陪他们哈，陪他们那都是这样子哈，然后他就报到那个到了最后监狱就允许他到宗教教育班来。那感谢主啊，神的怜悯哈。阿昌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她嫁给他爸爸的时候，爸爸是拜民间宗教的，但是仍然允许他妈妈去教会，所以阿昌在小时候。5、6岁、6、7岁的时候，仍然被他妈妈带到教会来，带他教会来哈。你会发现在监狱里头，像特别是明阳中学这种少年监狱哈，那些孩子哈，一年都有10来个哈，洗礼哈，是因为小时候他们都去过教会，后来迷失掉了，神的爱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他到了长大国中、高中去做坏蛋去了，然后呢？被关进少年监狱了，后来他们再次神把他们找回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务必要多服侍，特别是要纪念这些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阿昌也是这样子，小时候去过教会，去过那个儿童主日学等一下还会讲一个神的特别带领的，你会觉得很奇妙带过去儿童主日学，后来他就报名到基督教班来，他报名到基督教班来好，那在我的基督教班里头，我跟监狱商谈因为一个人如果家庭不支持他出了监狱复归家庭出问题不可能复归社会了，你知道吗？家庭都不接纳我了，我要去哪里？一定去找老朋友嘛，老道友嘛，老道友会带我去做坏事的。所以我跟监狱讲，你要让我开班，一定要让我办恳亲会，使这些透过1年3次的恳亲会。3节的恳亲会，使这些同学跟家庭和好，然后家里也来关心，不然回到家里头，家里不接纳他，他去哪里找朋友啊？都又回到过去的世界所以107年的时候，春节恳亲会的时候，那他老妈妈也从屏东来，因为要办恳亲会，这是我们高雄跟团契的，就是空前绝后了。以前监狱不能让你办的我们就因为我们你们陈牧师当过2届的主委，所以我们的关系跟监狱是很好的那这几年是神很赐福然后这办恳亲会，那老妈妈也从屏东来，因为监狱通知她要来然后19年来第一次见阿昌，那当然妈妈都有一个妈妈的就知道这个老妈妈头发都秃光了跟我差不多然后哭啊就哭了。但是阿昌跟妈妈讲说妈妈我会改了，也改了。那老妈妈听着当然是怎样？儿子说他会悔改关了6次的当然高兴啊，妈妈最好拐的不是吗？在座的妈妈最好骗他也答应妈妈说吴牧师说再来的母亲节要办洗脚礼妈妈我要帮你洗脚，你务必要来。妈妈说很高兴儿子要改了，他答应我要改了，所以妈妈就说好，我母亲节一定到。那一阵子，阿昌就满心快乐，每天都盼望着母亲节赶快来到。可是母亲节的前1个礼拜，妈妈在菜园里头他妈妈跟爸爸2个老人家是种那个地瓜番薯叶了，然后去菜市场卖，蛮辛苦的妈妈突然在菜园里头就脑中风就走了。然后被发现的时候，身体已经僵硬掉了这个消息传到监狱来阿昌好像晴天霹雳一样，就
足足哭了4天。19年没有见面的妈妈哈，上一次来，她想到妈妈哈是来怎样，来道别的哈，来道别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年纪大的父母，要珍惜这个亲情，要珍惜这个亲情啊。人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啊，都在神的手里，所以真的要孝顺哈。那他就说责备自己哦，悖逆不孝，而且让老母亲哦积忧成疾啊哈。他痛哭了4天。那建议就是叫我去关心他，我就洗了当天恳亲会的7张照片拿去给他看，他还是看着照片哭啊，也不吃也不睡也不喝，就足足又在哭哈。哎呀，他说哦，他从年轻哦，他告诉我，他年轻就是一个不孝子。妈妈走了，父亲80岁了哈，他已经关了第6次，大半辈子都在监狱。他告诉我，如果他再不悔改哈，他就是猪狗禽兽，地高禽兽了哈，地高禽兽哈。然后，所以他后来洗礼。然后再进我的班是洗了礼，陪他们4个月，教基本纪要真理，然后洗礼，洗礼以后进入恩典班，恩典班就是洗过礼的进阶班就对了，陪他们到出狱了。然后出狱我都会追踪他们，然后他们恩典班的同学我会去探访他们的家里哈。那恩典班他每次读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就像长老或者师母这样子，坐第一排，很认真哈。那听课做笔记，然后读经祷告的时候都很认真哈。然后班上可以说50几个人，他是最认真的哈。那有一天我就讲到人为什么会有苦难？会有苦难他就一面做笔记一面哭一面哭他知道他的一生如果一面做笔记一面哭因为他坐第一排，我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他说他知道他的一生的罪孽若不悔改一定会在死亡中沉沦。这句话是主耶稣讲的在这之前洗礼的时候，我们送给他一本圣经，跟人团契送给他的他画的密密麻麻的，好像要拼台大一样我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说我说问你为什么这样画？他说神的话他句句触动他的心我看他画成那样子，把一本圣经画的蓬蓬松松的被人家这样子我为什么说想要拼台大？因为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我读高雄中学，我坐我旁边的同学很认真。那同样一本书我的书这样子，我读一次还是这样子，他读了10次变这样子。有一次他上厕所我就好奇给他偷翻看看人家怎么拼的他成绩很好这上面也有怎样，也有口水，也有酱油，可见人家怎样打盹的时候也在读，吃饭的时候也在读，结果人家考上台大。我考上红甲，差好多他拼读了10次，我读1次而已就这样子然后我就送他那本新译本画成这样子。后来我送了第2本圣经给他，和本，让他继续画。后来还有第3本，所以你们不要打盹我要讲然后呢，弟兄姐妹，在台湾的监狱大多是刺浑身tattoo就刺青的流氓只要有人信耶稣就会被取笑怎样你这个没有用了，就是混不下去了才在信耶稣。这大的做假的，做个信耶稣就干不好都会用教他的，都会被摩罗赛都会这样子被取笑那问题是他们会被取笑，是因为他们一个设防差不多从诗班的墙壁到我这边这样子然后到这个深度到墙壁这样子住了12个人，4个上下铺，8个人，那剩下4个人睡哪里？睡地上。你这个菜鸟进来了都睡地上然后还有一间厕所，厕所的大小跟这一间一样，高度差不多这样子而已。所以无论你在那边干什么大家都看到。最尴尬的是如果是父子同关一间舍房会很尴尬，变成了上厕所大家都知道包括男生他们上厕所是蹲着不能站，规矩是站着那白天为了省电电灯是关起来的，暗暗的只有开一个窗户差不多我们那个萤幕的1/4而已小小的一个窗户，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开灯，怕你作怪开灯了。洗澡是在工厂洗澡的
都是这样子哈。好，那问题是阿昌的上铺那个哈，每次阿昌因为他有一个渴求的心，所以他常常读圣经。读圣经为了光线问题，他就趴在床尾，朝那个窗户光线好啊。他在下铺趴在床尾贴圣经。每次他贴圣经的时候，上铺那个流氓啊，就先耻笑他，笑讲你扣角啦，以早也多也钱，这摆呢摸一本，就是想笑他，耻笑他。阿昌就不理他。后来每次阿昌读圣经上铺那个同学就开始怎样吐咖，把那个脚屑吐的掉在那个他圣经上面，掉在他圣经上面。因为问题是监狱里头很多皮肤病，热嘛，又没有空调，很热，所以夏天到很多皮肤病，包括我个人都被传染过，包括他们的 A 流感我也被传染过，我一发烧这整个礼拜，就是怎么吃药都退不下来，因为你很禁忌的接触他们嘛，那他们都是龙蛇杂混，然后环境也不好他们本来就环境卫生或者是卫生知识就很差。所以，而且有时候你跟他祷告他很诚意，他还摸你的手，那你就很容易被传染那个皮肤病。我被传染过当然现在医好了啦，没惊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是搓着脚皮让他掉下来。那阿昌就告诉他说不要这样子。但是那个上铺那个流氓看阿昌没有激烈的反应觉得这好欺负，又来一次。这次阿昌就知道他摆明是要挑衅的，他除了祷告，只能祷告嘛，然后呢，告诉上铺的人都不要再这样子，恳求他不要再这样子。那上铺的人怎么讲？你们知道吗？你们猜猜看，他再三恳求上铺的你不要这样子卖给他差，卖乱的。对，上铺人说每次你读圣经的时候，我脚都特别痒。他们就是那么捣蛋，他们吵架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一个，譬如说我在泡奶粉我这个奶粉的粉掉在地板上另外一个就来干涉了这个大汉你不要泡污呢，这样子就这样就吵起架来了，打起架来了，那有喝酒不？有没有够无聊？无聊因为整天12个男人关在里面干什么？当然无聊想办法就是找事情。臭屁以前的事，不然就你听不惯就打架嘛，就是这样子然后呢，阿昌心里想我是3镇法案的，谁怕谁？你再闹一次看看，我一定把你打得满地找牙跪着跟我说道歉，因为他是干训班出来的很会打架，专门打架的后来阿昌就找我，你悔改了嘛？他就找我就跟他辅导分享诗篇第4篇，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杜姑语下一页对，谢谢。我告诉阿昌一个属上帝的人属上帝的人经文来读第一大要点就是你一定要敬畏神，远离罪恶了。一个属上帝的人我用这个诗篇第4篇来鼓励他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我向阿昌解释作者大卫王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这一句话是大卫王向他的仇敌或向世上的人宣告，我们是属怎样？属上帝的人，就是今天的题目，属上帝的人。那属上帝的人神照着经文讲，一定垂听他的祷告，垂听祷告。我说阿昌你要忍耐，继续祷告，因为你是神的孩子，属上帝的人，神一定会听你的话，要继续祷告，不要灰心看神的作为，甚至说看神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好意，有什么好意我要告诉阿昌，既然我们都是属上帝的人，我们就当有属上帝人的样子。所以第4节怎么讲？你们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铺上的时候要有心理思想，并且要肃静。请问阿昌怎么回答我？你知道吗？阿昌说阿昌马上说阿们阿们，牧师，我是属上帝的人，但是牧师，我在床铺上的时候
我真是想把上铺那个人抓下来怎样痛揍一顿所以说真的是要心理思想并且要安静而且要当敬畏神，不可犯罪。阿昌自己讲当敬畏神，不可犯罪我说阿昌没有错，不但要这样子第5节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献上公义的祭他的意思就是怎样？公义的祭就是要你做个正直人并且要信靠上帝。就是如果你要做个公义的正直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做个正直人，你一定要依靠上帝，不然没有其他办法。你靠自己一定会走歪去好，我们看下一页好，谢谢我再告诉阿昌，一个属上帝的人要真实的依靠上帝第1节讲，选我唯一的上帝我呼吁的时候，我求你应允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允许我听我的祷告第2节讲，你们这上流人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我告诉阿昌说，一个属上帝的人要切切实实的信靠上帝，不要说祷告了3次我就不祷告了。甚至于我们有的人就祷告了1次2次，就请上帝背书就做了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是照自己的意思求上帝来背书我告诉阿昌我们要真真实实的信靠上帝。第1节第2节说我们看见大卫王，作者大卫王他遇见敌人羞辱他，找他的麻烦，然后不是一个时间而已，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却仍然能信靠上帝。弟兄姐妹，你在你的生涯中，在你的职场中，在你的家庭中，你遇过这种困境吗？不是一时而已，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受到很大的困扰，或者受到很大的压力或是痛苦我要请阿昌继续为上铺的同学祷告因为大卫王可以这样讲，他这个诗篇第4篇的背景，做这个事的背景，等一下我会讲的我说希望阿昌继续鼓励阿昌继续为上铺的同学祷告，希望上铺的同学能改变。于是继续祷告，请问上铺的同学有没有改变？张大很有信心，点头都很有信心。还有呢，有没有摇头的？没有，不能有感觉的摇头摇头的是很有智慧的那在笑的是很有智慧。我常常跟我的同事讲会说笑话的算聪明的，听到笑话会笑的算有智慧了因为在监狱头你会说笑话，不然他们不甩你所以那些同学有很可爱的，像幼稚班的同学一样，幼稚园的同学他们都是微上或者是大人的，但是他们的行为都像幼稚园一样，但是又非常聪明，这才糟糕。同学当然没有改变上铺的同学没有改变。第3次他又来挑衅阿昌，这次脚皮搓得特别厉害，但是呢，阿昌有没有生气？没有生气他只是把脚皮吹掉而已，他还是我给慢慢来，我给他还是把脚皮吹掉，然后呢很安静心的求神，跟神祷告好，看下一页。在监狱头，我常教同学恩典班的同学说，你们会在外面会遇到试探，会遇到事情你会怎样？有一种情绪，有一种肉体的表现，会觉得会郁卒会怀恨会生气或冲动想打人这种是人的肉体表现。你既然信主了罪人的表现必然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不对付他，你就是体贴肉体就是圣经讲施一句怀了胎怎样就会生出罪来你们就会把自己卖给罪会做了罪的奴仆会被引到死亡的路上。我跟他们同学这样，常跟他们这样讲若是我决意对付他我决定圣经教导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我决定喜乐，我决定饶恕决定顺服圣灵，决定顺服体贴圣灵。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被怎样做义的奴仆，会被圣灵引到怎样平安的路上。那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结出刚才讲的我们那个黄执事讲的那些圣灵的果子
会结出那圣灵的果子的成分来哈。好，我常常跟同学这样讲哈。好，下一页，谢谢哈。再来的一个礼拜啊，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有新收的同学进来了，有人那个期满出去了，新的进来了，主管就调动他们的睡铺的位置，啊，结果阿昌就被调到靠近窗户的上铺。他好感谢神，我说他说牧师，我现在读圣经光线好，空气好，然后呢，没有人，天花板不会掉东西下来，就是这样子，他很感谢主哎呀，他很感谢主然后阿昌就心里充满了喜乐他说神垂听了他的再三的祷告，再来的上课他就到班上来做见证，他并且利用我教导他的诗篇4篇的第7跟第8节，他这样讲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硕五谷新酒的人。好，第8节你们讲好吗？你们读好吗？请。我必定安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阿昌说神不但垂听了他的祷告，而且这次的试探中，上帝也挪去他的流氓脾气。他们进去监狱，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在监狱里头从来没有关越久道德变好的，都是信了耶稣以后，领受了神的爱以后，他心改变，心改变行为就改变，行为改变道德就变好。从来没有人说我信耶稣，我被关了好几十年，关了7次8次，然后呢，我关了别以后都变成圣人，变道德好的，没有。唯有我们的信仰是何其大的恩典，神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只要你能领受那个赦罪的爱，你就心会改变，心会改变，你的道德行为就改变。就好像少年说的，我很悖逆，然后呢，我妈妈是守寡，40来岁就守寡，然后有7个孩子，我是老大，然后呢，后来我体谅她的辛苦，体谅她的辛苦以后呢，渐渐长大。不然以前她讲过一句话，合理的我听，不合理的我都那样反抗回去，就很悖逆。但是呢，后来我渐渐体会妈妈的辛苦，妈妈的辛苦会怎样？我心改变了，她怎么讲我都好，她怎么讲我都孝顺。一样的，当我们去渐渐神给我们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一样的，当我们一再犯错一再软弱的时候，你愿意到神面前来认罪的时候，渐渐的你会体会到这个世界何其可悲啊！从十字架的角度来看世界，没有事情不可悲的，所以怎样？唯有神是我们的头数。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我告诉各位，我们头数无门了。我跟同学讲过，我问了50几个同学，说你们到监狱、到法庭去，无论是法官或是检察官，有将你们无罪认定的吗？请举手。还没有宣判以前，还没有审论以前，从来都他们没有人敢举手。他们美国都讲，我们还没有进法院，他们就把我们有罪论定了。我告诉同学说，唯有耶稣基督，只要你愿意悔改，他就是无罪论，无罪定你就对了，无罪认定了，对啊。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何其的，这个救恩是何其的伟大何其的奥妙阿昌就说最重要的是神改变了他的暴烈的脾气流氓脾气什么叫流氓脾气？一看他小，就打架了，就这样子。真是这样子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为了一个我在泡牛奶，然后粉掉在旁边，我擦没有干净就有人来干涉了，就打架了。在一个小小的没有3坪大的社房里头，这样就打架了。因为日子不好过，所以打架找事做嘛就这样子，他就改变了他的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他度孤了。你们都可以度孤，不可以度孤，他不能度孤。下一页，帅哥，下一页，因为这次没有作用了，你没得听了好，有了，谢谢。跳好快，下一页，拜托一下，下一页。
这只不好控制。啊，结论了哈。我刚才讲诗篇，大卫王他这个作诗的背景哦，是因为怎样？他犯了奸淫以后，他对他孩子不敢管教，以至于他的大儿子强暴了他自己的亲女儿。然后另外一个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亚迦龙，把他的那个大哥杀了。然后后来亚迦龙叛变，圣经上大家都有读到嘛哈。哎，麻烦一下打开来，按掉了。好，没关系，继续讲啊。然后，如果你有孩子啊，像我今天做阿公了，如果有孩子哈，如果我们讲一句话，孩子给你顶一句话，你就有时候就很生气、很难过了。何况这个亚迦龙是造反叛变，要来杀他父亲，所以他的父亲就跑掉了，就大卫王跑掉了。哦，这种仗哦，这种打仗哦，打赢也算输了，打输也算输了，不是吗？而且哦，千古留臭名的。哦，神人你做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一定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懂得你要跟神交账。你虽然我做坏事没有人知道，我知，但是上帝也知道。哦，还是要认罪啊，不然上帝，我们不是大人物，不然就像大卫王被记在圣经里头啊，哦，就是这种事的哈。啊，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哦，你要有见证。我刚才讲，做一个基督徒要有个榜样嘛，对不对？你哦跟人家吵架，吵赢也输，吵输也输了。无论是在家庭里头，或者在人际关系里头，就跟大卫王一样，他儿子追杀他，他打赢也输，打输也是输了。打赢他死掉，打赢他儿子死掉嘛，打输怎样？他死掉嘛。哎呀，因为儿子造反嘛。所以弟兄姐妹，第7节、第8节，大卫王告诉我们哦。他在这种背景之下，他仍然能怎样？心里快乐，仍然能怎样？安然睡觉，而且心中平静安稳。为什么大卫王有这种信心？请问各位，为什么？你唔知哈？反正我跟你讲哈 ，OK。你都惊来惊去，当然唔知 ，OK。注意听，无拄久就知哈 ，OK。因为第一步跟你讲啊，我是属上帝的人啊。我们是属上帝的人，哦，大卫王深信他是属上帝的人，即使犯了很大的错误，他跟神认罪以后，神一样的听他祷告，一样的帮助他，哦，要有这个信心，阿们吗？我们是属上帝的人哈，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像大卫王一样，他的面对的事情都是大事，不是小事啊，哦，不管环境如何，我们要靠主这样常喜乐，并且要平静安稳的将自己交托给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碰到彼此的时候，都怎样说？平安，平安，平安。哦，有没有这样讲？有。平安这句话奠基在什么一句话上面吗？哦，奠基在上帝完全掌权的这句话上面。阿们吗？哎，如果他不完全掌权，你怎么会有平安？上帝完全掌权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发生，我感谢主；不好的事发生，如果他不允许，也不会发生的。阿们吗？但是你要尽人的本分，如果不尽人的本分，上帝的责罚或者管教一定到。所以你要相信上帝完全掌权。我们既然是属上帝的人，你怎样？要常常祷告啊，上帝一定会帮你忙啊。阿们吗？阿们哈。好，跟你的隔壁的人讲说。我们是属上帝的人，阿们哈。对呀，那请问属上帝的人要做到哪2件事？那个还有呢？远离罪恶，还有怎样？真实的信靠。哎，你们都不回答，我要重讲一次，从头讲到尾再讲一次，让你们不吃午餐。OK。我们是上帝的人，怎样？要知道上帝完全掌权，再来要远离罪恶，然后真实的信靠他，阿们吗？阿们哈。好，这月刚好哈。108年感恩节的时候，11月28 108年哦。前一天我问阿昌说我明天去看你爸爸，你爸爸的住址告诉我。阿昌说我爸爸住的地方没有住址。那长老安尼人要去看，要探访哪边哪去？无主治啊！
他说：“牧师，你去屏东走到一条路上，走到尽头以后，再来是产业道路，没有标那个的。然后产业道路继续走，你不要停哦，会看到那个一个蚵仔园呢，一大片蚵仔园。我爸爸就住在那蚵仔园的后面的铁皮屋里头，我就跟同工去了啊，因为我脚不方便，所以万一怕掉底产业道路的麻烦啊，我救人啊。”所以就去了。那我要去以前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他爸爸，跟他爸爸聊了半小时，他认为我是诈骗电话。那后来还是去了啦，去了他看到人就放心了啦然后他爸爸2个小时就是聊他的老伴突然间走了然后聊他阿昌就一直哭了，然后聊他阿昌这个孩子不是坏孩子，而是怎样？他在干新班的时候很优秀，但是后来放假的时候去酒店认识了一个舞女让他吸毒品，以至于他开始沉沦。他爸爸就讲阿昌不是一个坏孩子所以弟兄姐妹在监狱里头那么多10几年我看到他们通常会迷失，会在进监狱，都是因为迷失在感情里头，在怎样金钱里头。所以我奉劝各位在座年轻人，对你的人生。感情的事跟金钱的事，你一定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你属上帝的人不然你的钱或你的感情就是属上帝的要切记，不然你会走上迷失的道路上去。我再次讲，因拢会跳感情坑和金钱坑我们要切记。既然我来这边报告了就是我们不要迷失，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像我们上课，等一下我会讲，上课全部在佛堂，10多年来，无论是基要班或是恩典班、洗礼恳亲或者什么其他的课，都是在佛堂。那个佛堂有一次，我一个牧师叫11点20一定要停掉有一次我们志工把那个香拿起来，因为他佛堂会点香嘛，拿起来倒插。那监狱的人就不得了了，因为我们侵犯了他，所以那个东西是属于他们用的，你不能去侵犯他。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就是要分别为圣。那个香炉你拿来去用别的事你真的有事，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属上帝的，你要好好的为上帝用所以在感情跟金钱上你就要怎样分别为圣好，下一页。好，我们去看阿昌的爸爸，他已经洗礼了，因为。他阿嬷走以后，那个屏东萧牧师就常常去关心他。然后呢，后来他洗礼，他就希望这个洗礼的教会送的圣经叫我转交给阿昌。好了，下一页。我去上课的时候把这本书转交给阿昌，他坐在我前面嘛。我说阿昌，这本圣经漂不漂亮？他说好漂亮。我送给你好不好？他说好。我说这是你爸爸洗礼的圣经，要你好好读，这是第3本圣经。他就嚎啕大哭，当着大家50几个同学面前嚎啕大哭，怎么样？在座各位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好吧？有时候圣经我7、8本，但我从来没有读，我觉得就惨了。OK， 人家你看在圣经里头，在监狱里头，他们多么珍惜悔改的人好，那这个后来我就请他爸爸到恳亲会上来，他跟我讲说，他离开他爸爸的时候，爸爸满头乌发。20年不见的爸爸怎样？已经白发苍苍，好惨！他跪着跟他爸爸认罪悔改好，感谢主。下一页这是最后一页了好，我把他安置在屏东的复兴教会。那右边这张图有一个女生坐在他旁边，是不是那是他儿童主日学的时候的小老师啦，长他大概没有几岁了他现在因为神的爱没有离开他，他回来教会。结果那个教会的长老，这个姊妹刚好是变成长老了，有没有奇妙？小时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是他的小老师，5、6岁嘛，小姐姐带他，现在他回到教会来了，这个小姐妹已经当长老了，在同个教会台屏东的复兴教会现在仍然在那边感谢主。好，下一页，这个就跳过去了。这是一个你们很认真，本来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好，下一页这是我的86个志工群，他们有14个人，因为在监狱里头遇到耶稣，所以
他们都去读神学院的哈。感谢主啊！这个事工，主耶稣说：“我在建议你们，你们来看我。”好，下一页。这是我邀请你们这个于帅哥哈，跟他的夫人啊，去带队去敬拜啊。因为你大声敬拜的时候，上面像你们这样的活跃的，那么敬拜的时候，那个三尊大火会怎样？会像多滚的庙的火一样，砰的倒下来。哎，也可以倒来，我们就不负责嘛，哈，不是吗？不是像我的志工故意给他弄那个香炉哈 ，OK， 就是这样子啊。那个我们都在去进监以后，不是去改变一个人，是抢灵魂啊。因为有一次恳亲会哈，就有那个拜9天贤女的哈一个太太，哦，我们唱的诗歌敬拜完以后，她就起乩了，就当场踏起那个手比莲花指，脚踏莲花步，就恳亲会上就踏起来了。那时候变成怎么办？我们长老不在，不然他最后赶鬼，我们去赶鬼，我们就变成赶鬼大会啊。最后赶鬼，他就这样啊，后来赶快把他掐出去哈。哎呀，感谢主哈，请你们为更生事工祷告，让更多的受刑人他们领受耶稣基督赦罪的爱，心改变，行为就改变啊。然后他们子子孙孙都会跟我们在座一样，领受这个何等大的恩典，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不客气讲，不礼貌讲，为我们奉献。因为在撒母耳记上，大卫王说，在后面预备的跟在前面征战的，在上帝面前就同得功劳。上帝命定我去征战，但是你们在后面为我们祷告，为我们预备。虽然你们没有到现场去，但是将来见主耶稣的时候是同得功劳。阿们吧。好，我们来祷告哈。对不起，有超过3分钟。天父，我们再次来感恩，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了命。主啊，使我们领受这个赦罪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改变。我们来感谢你，也愿这样的福音广传到地极，特别是到一个从来没有人关心的监狱的黑牢里头去。主，谢谢你，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感谢各位哈。感谢我们国华牧师哈，他真的是神所重用。他虽然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他也培养一些门徒希望能够接棒在监狱的事工是不容易的看似容易，但是是不容易的但是神给他的恩赐这些黑道大哥碰到他就不会我们害怕的，但是他在那个地方大家都很尊敬他。其实他雄中念逢甲大学土木工程，是做建筑的我说他以前是盖房子的这个工程师但现在是一个怎么样让一个人生命能够得到建造的生命的建筑师所以他得到很多的政府给他的奖项肯定他就是能够做这个工作感谢上帝，我们过去教会一直都有支持这个事工请弟兄姊妹也能够更多的代祷奉献那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来回应叫寻见我们寻见神，就是成为属神的人。我们请从我们位上面站立起来，我们的神就是阿昌的神，阿们。我们是属于神的人，阿们。我们要寻见这位神。阿昌的生命见证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激励和感动。我们用这种歌来回应我们的神，一起来。爱慕神的人，必得到满足。神他就是爱，永远不更改。寻找神的人，必不知羞愧。神必定公义，神是最美的产。举起我们的手，爱他。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我经历你的心事，传你的恩典。神你
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须。再次敬拜他说：主你真美好，主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我经历你的心，数算神的恩典，宣告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这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寻见。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美好的神。阿门。我们盼望让所有的人借着我们所奉献的，我们能够让很多这些坚毅的事工，也让那些真的需要的人，他们能够被神找着，他们生命能够改变，他们能够领受恩典，他们能够成为主。我们的神是美好的神，他爱每一个，没有一个是他要丢弃的。我们为建立的事工真的祷告，求神兴起更多的这样的愿意做这样福音事工的人。我们也求神赐福他们的需要，神都供应。我们也为我们教会要选举长子祷告。我们为下午我们有新生命讲座，盼望更多得救的人物进入神的家中。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呼求主三声，我们开口祷告。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耶稣，我们是爱慕你的人，我们为着更深长进在监狱里的事工向你来祷告。主，这是你所预备的恩典，是你预备这一群爱主你的百姓，主他们奉献他们的生命在监狱里头，主爱那些监狱里面的人。哈利路亚！主，我们向你来祷告，耶稣，我们向你来呼求祝福。牧师就这样牧师他们在监狱的事工，哈利路亚！主让他们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主让这些监狱的受刑人在任性的时候，主他们重新遇到神你的爱。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祷告，祝福他们的才能，祝福他们的才能，一切奉献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求你预备，求你为我们看顾。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呼求。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向你继续祷告。哈利路亚！再次宣告说：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大声的来敬拜他。神是真的美好的神。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弟兄姐妹，举起我们的手，敬拜他。最后一句说：主，你是美好的神。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主，你是美好的神。哈利路亚！献上我们的敬拜给你。寻求的心存盼望，宣告一切寻求的，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必须见。是的，主啊，你是美好的神。阿门。凡寻求你的，就必寻见。阿门。我们要经历到你的信实，是。我们要数算你的恩典。阿门。主啊，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奉献，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看见神你的手在我们当中。阿门。使那一些走在迷路的能够遇见你。是。主啊，更多宝贵的灵魂能够得救，进入你的家中。阿门。主啊，求你赐我们，求你兴起你要使用的人。阿门。求你祝福在神你所喜悦的各样福音的事工。阿门。无论是在教会、在社区、在职场，主啊，甚至在监狱当中，是。愿你赐福。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个时候，我们来请执事来收奉献。
奉献的话，有黄色的奉献袋，大家可以来使用。如果你有需要没有拿到的，可以举手，我们的执事会拿给你。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诗。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来做奉献的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打开天上的府库，倾倒你的恩典，让我们在士农工商上面都有好的收成。今天我们献上礼物，献上我们的心，求主你来悦纳。我们也为更生团契来奉献，来祷告，求你赐福更生团契在事工上丰盛有余，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所需要的财力，主啊，你都从四面八方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在这世上做光做盐，成为福音的出口，祝福的管道，荣耀高举主的名。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祝福差遣。平安气，因为你们是属上帝的人，已经得着十字架的救恩，靠着主远离罪恶，真实的依靠上帝，行事为人能够讨神喜悦，能够做光做盐来荣耀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必会。